係我第一次。可以代表澳門去參加係一件好值得驕傲同埋好有榮譽嘅事咯。嚟緊今次嘅亞運會咧，我哋跆拳道品勢都係派男子個人同埋女子個人競爭呢兩個項目。比賽會唔一樣嘅地方就係會一套公認品勢同埋一套自由品勢去比賽嘅，咁就會將呢兩個分數加埋一個總分，跟住鬥排位裏面鬥最高分，即係都從住呢個亞運會嘅目標去進發。7月份就會去韓國參加2個比賽，之後就會留低喺呢度準備訓練嘅。因為亞運一直以嚟都係我夢寐以求嘅一個比賽嚟嘅，咁但係興奮嘅情緒即係退落咗之後咧，我感覺到有少少壓力，因為我今次都係第一次升上成年組，今年係我第一年成年組嘅比賽嚟嘅，咁所以面對住之前未面對過嘅對手，甚至乎有啲時候係我細個時候已經係當佢哋偶像咁睇啦，咁所以我都感覺到好大壓力咯。因為以前見到啲師姐都有參加過亞運或者其他項目嘅人都參加過亞運，可以代表澳門去參加係一件好值得驕傲同埋好有榮譽嘅事咯。我想踏上呢個遠大嘅舞台。喺亞洲錦標賽嘅時候，有出現咗少少失誤，導致我依家有少少受傷，但係依家都係積極康復中㗎啦。因為前幾排都有參加一啲外出嘅集訓同埋一啲比賽啦，去檢視自己同埋提升自己嘅能力。我覺得而家充分都係以一個向上升而且持續進步嘅一個階段。我公認品勢方面一直以嚟都係我強項，但係自由品勢方面就會有比較多嘅弱點需要我去調整一下嘅，特別係一啲動作嘅難度，就好似啱啱見到嘅一啲旋轉踢腳等嘅難度，我就會比較欠缺少少咯。公認品勢方面，我嘅短板就係同人哋差距嘅力量啦，所以教練都有持續地去健身房訓練啊，去令我力量加強喺我嘅技術動作上面。咁喺自由品勢方面，可能我嘅學識咗嘅一啲技術空翻動作咧，就要加強咁樣落喺硬地實地去實踐。我希望喺賽場上面可以將我自己平時訓練到嘅嘢完整地、完美地表現喺賽場上面，做到自己最好嘅狀態。跟住除咗衝擊獎牌之外，亦都可以令我見識到呢個亞洲最大嘅一個比賽舞台。希望可以代表澳門企上亞運會嘅頒獎台。澳門隊亞運加油！